心理上一個涉及到非常專業嘅詞叫做空洞。我哋喺家庭裏有兩種身份，其中一種身份我哋叫參與者，另外一種身份叫做局外人。例如呢個丈夫每日都返屋企，但係佢老婆就係感受唔到佢嘅愛，感受唔到佢嘅溫暖，感受唔到佢嘅呢個位置。點解呢？就好似我哋每日都有交流，每日都有溝通，但呢度就會出現心理學裏面啱啱提起嗰兩個字空洞。大家去理解一下，去感受一下呢個詞。其實我哋教育仔女當中都會出現呢個空洞㗎。原來呢個丈夫係唔想去回應，亦冇乜顧及另一半嘅感受㗎。呢個就會造成一個冷暴力嘅發生啦。冷暴力就係唔回應、唔在乎。如果你遇到咁嘅人，你要小心呢個關係啊！因為佢會產生一種好嚴重嘅內耗，尤其係夫妻或伴侶關係。今日呢個問題呢，都係啲姊妹們常常都向我申訴嘅一個問題嚟嘅。佢哋都認為點解我個老公總係對外人好好，但對住老婆就好冇耐性嘅？呢個可以稱為雙重人格。佢有兩個人格嘅分裂㗎。第一個人格係真實嘅自己，就即係嗰個好樣衰、好卑微、好憤怒嘅自己；而另外一個自己就係要表現出嚟係一個慈悲嘅自己、成功嘅自己、善良嘅自己。係咩原因會造成一個男人嘅呢種人格分裂呢？第一定係原生家庭有關啦，第二就係同佢養育關係有關。呢個人格好難改變㗎，你需要降低對佢嘅期待。你要期待就不如期待自己過得好，仲有要將價值感回流俾自己，俾自己活得精彩。你自己好，自然周圍嘅能量就會變好㗎啦。你仲要同呢個男人有個邊界，唔好俾機會佢去污染你啊！唔好俾佢毀滅咗你。大家都要加油啦！